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對嚟邊咧學見嘅節目。這禮拜咧，嗰啲講食餐又冇人愛困過。阿咪，嗰啲去困了，愛困了我當今是只食掉喂，後尾一出嘅 recording 是我不多是日以後嘅，所以我當你食掉嘛跑頭。我當即係我垃圾波點滯使小蛋。誒，南西啦，特出咪是講半點滯使小蛋，點半正後嗰時就講未了。是講波點滯哦。嗯。OK，嚟這禮拜我咪講，最好是差唔多全正啊，當然貴啊 ，Christmas 嘛。哇，貴啊 Christmas 啊！貴啊，貴得死啊！耶！韓國嘅 Christmas 係點？commercialize 喺日本咯。我頭知道貴呢，你等我正貴啦，甲你講。你上面叫你 Snapchat 買咯，你計一歲啊！我唔識咗數，我個同我就是冇咩關係一樣，我就好逼個見。有喂喂 battery 5%啊，come here。咁你5%？喂 battery，係咪插電啊？爆炸。係咪 Australia 冇 socket 嚟嗬？冇機會。而家18%都攞電出啦，我未必係8%，我講緊差唔多5%呀。後尾後度講 organisation，後度講，咪成正嘛，咪成正啦，咪佢 organize 係物件。你自家 Q 物件，帶啲 up 物件。我冇暑假。我自己夾唔做呢邊嘢咧。我冇暑假，人講佢。嚇？你真正冇暑假？啊！講下。我嚇第一冇暑假誒是紙皮單。你冇 Q 名稱，冇暑假 Q 名稱嘅嚇。冇暑假 Q 名稱。我咪想。你做咩事 IQ？你 Q 了 less than 12 hours later，你個再愛用。Exactly what reasoning。Good excuse 啊！快講埋都講啫。冇 Bruce 講你看咧是伊 Q 咧時候，你對咧看啲名稱咧是個 inviting，零二咁。但是你對嚟咧，你看到呢邊至少是有人坐貴嘅呢，你唔驚啊！伊個貴坐掉，一間咧阿莫騰到啲頂面。有，你自家成日講跳舞啊、拍手啊，你肯定自家。啊，那是我需要我會咯，我會去做咯。特別唔是成日講，哎喲，我隻眼跳攝你邊嘅，你看冇啦。有古day 我到厝咧，我就冇啦，我係抹面啊，我就去做咯。然後中間我啲宿舍咧，我講啊，a bit messy 了哦，應該是愛 vacuum 嘅時間了。我就講，哎呀，慢慢來啦，吐啊！你感覺你家己是一種是伶俐嘅人，還是無伶俐嘅人？你每個了人。我唔是伶俐啦，我是一個 organize chaos 嘅人。我咪想。我本想，即係我 mix 啊，特別我較就是，it depend on， 有啲物件我覺得伶俐，有啲物件冇伶俐。我是看嘅，我咪想，我本是想問，我係車吼，我未拎嚟個安裝嘅，因為我那時車嘛車啊，車冇咯，嚟幫冇喎，我我係同死車嘅喎。我唔止是4千嘅，我車裏面是冇物件嘅，清氣嘅。我就是你覺得 Uber 嘅時間好了。啊，我 Uber 嗰陣時，我人騎車，我車是冇物件嘅，我車是空嘅。人講下，車我係車，無講真正伶俐啦。特別我無成日試所吃物件，我係後尾本無咩物件，我有時啲嘅成日有成日要抓無，我車到底你唔是微話我係車到掉啦，微話我係車是安裝翻嚟那邊。微話我係車咧，伊是成個伊嘅 storage， 參伊嘅 restaurant， 參伊 kitchen， 參伊嘅沙肚，參伊嘅三八湯，參伊嘅嗰啲物件到底裡面有個咧？我一個朋友啊。我就係我這個一隻刀，我唔敢坐啊！一車是你自己坐咧啊，你立到肉規碗呢，包抓啊，有咧嗰是種食叉米粉寸嘅包抓。我冇安尼 extreme 啦，我啊咧，伊啲 extreme 係邊種？伊啲 extreme 是我家做件白鬼我卡。really 咯〜我冇明白，安怎伊會當嘅咯？
我看到有一班我車有紅遐，我買我一頭也去迄個洗車位，迄個 box box 啊，其實我放落入落去，好像死個了。有當時你白車點抽張卡咧啊，你騎車冇過注意啊，你就係擺嚟擺去咯。哈！我是未得閒時食肥豆丁，我愛食肥豆丁飯嘅。哈，未使有物件，我本是食，唔使。會使換嘅，特別我看到亂頭我就逼食啊。哈，我未使看到有波袋。嚇，未使看到俾下面夾本笨啲嚟食肥豆丁啊！咧我。哈，你有個人能使一放啊多一個人嘅夾，會使食肥了。係咯。哇！我疑啦。買一包店呢邊㗎，買一包店呢邊㗎未開嘅，你前一陣伊唔知幾高貴啊嗬，而家開來看，原來會買了 expire 了。有可能啊，迄個我未得閒，我買對，我唔驚嗬，買對來嗬，我大條愛。橋好好接過我再隔了嚇。隔了愛 immediate 做就係哦，愛 immediate 啊，你那是無限時做，你都買做誒。我就舊橋嘅物件，我是去旅行嘅時，我係 bag 是0000嘅。去到旅行咩嚟點先？加尾直接點先？我稱貴曬嗱30本好啦，我本古已好事啦，0000係就點開 bag 裏邊嘅，對個處理好，嚇，只好對個處好咧嗬，我按 bag 啊嗬，一針先裏邊我哋按 bag 嘅咧好事咪就係到邊個啦嘢。哦，我按唔成，我俾我係嗱嘅就 still 到啲樓頂啊，嗰一包裏面嘅時候我同埋你説對嚟個俾按 bag 個。我未，我總之吼，我3點早起交厝又好，4點早起交厝又好哦。我本是 unpack 緊了3個 bag 嘅了 unpack 嘅大 bag，做緊了緊後咧，這頭一輪能使。嚇？我唔知做，我朋友就有咯，我白去旅行，我去房間看，哇！伊啥是，覺得一支去呢個，一支你招，交呢一條。叫我未咯。有哇，我困你 even hotel 本好，有人教我叫旁聽本好啦。阿韓咪困咧，阿韓咪困咧。唔似嘅。愛困啦，拜拜。拜。你困咩？你困啦，你去食 breakfast 先啦。那是咩啊？你去困啊咯。拜阿韓，你去看無啊？哪路就再等10天成日錄啊。OK。拜拜。拜拜。了我 Q back 遐是真正夠 Q， 我 Q back 是真正，我真正夠 Tetris 嘅可能啦，我就係 organize 我 back 只濟物件，到底我 back 裏邊。特別嗬，我 after 我 trip， 哎喲，我真正無暑假去 unpack 嘅喎。就是啊，究竟做咩絕對夠得到咯，我咪去想。啊，冇我同你講，你蹲呢邊攞曬佢資料咯。下監。對啊，到底樓頂嗰節，我係卡機，阿咪講個到樓頂嗰咋。我 immediately 就被橋誒。啊，我 immediately 3點對又好，5點對又好，幾點對我本橋，我帶籌款嘛，你截圖就解啊。然後那是對我 Snapchat 遐啊，我所以你看我樓頂嘅包介紹就 Snapchat。我把你看我樓頂嘅storage 係貴啊，誒，錯啦，家哋得把力。一個有微信入邊嘅博哇。考個了少少嘢係啊。特別我未看到我暗喎。個了拍爆少少嘢，個了是用 plastic 上頭嘅。攞本事，我哋邊一個出本事。我好好嘅，個了係有個了你本件，個了試下好唔件。我哋邊一本事嘅，我哋邊一我成日都開起來，你看到一絲樣下麻麻沙，另外一絲樣是下面物件，咁樣半到事嘅。Actually 好，我係你人 expect 我係三度成咗你。三節一四一㗎。嗱，咱家己猜看先，因為我咪個人講，然後 after 到正你 Snapchat 來嘅時候，你 message 我，到 Snapchat send 我 message，我考慮三度，因為我考慮看你三度。我係成日都嚟講你但係嗰陣時掉掉嘅。係咪嘢？阿 John 你上度嘅三個是掉掉嘅，冇字嘅。對。我真係這掉，特別咪個你講過，我等你 Snapchat 嘅時間考慮看。我垃圾嗬，伊暑假伊前那個 outfit 伊人啦，伊嘅衫都是真清氣嘅。來看我按嘅衫都本是知。Q 個清氣。嗱，來白行嘅，個了西可能。真係伊車架伊嘅衫都嗬，
甲伊嘅做工嘅白吼是真正伶俐真大力嘅，特別咧阿伯行嘅啊 sorry 啊。没有十全十美，咱因為這個了是伊外口人會看到嘅物件嚟嘛，伊會穿起去，伊會似人字嘛。我咧就介到個咧，我衫無人看我無插嘅，有節啦，我看我自水啦，是講我唔會安尼 stream 啦，了我係似吼，坐嘛坐啦，安尼穿起做咩無插嘅，無講有噴水係咪個了啦。誒特別冇冇人坐仔啦，無三擺有波抓啦。即係冇零嘅。我是講我爸爸過車，伊是新加坡人嘛，伊甲我講哦，伊做兵嘅時啊，阿咪嘅時啊，伊字嘅衫，迄個一人當嘛是有寫阿咪嘅字嘛，伊講好寫寫晒哦，佢讀個了。是啊，我本時漢字晒。咧，毛毛菇，我嚟含邊白白紙衫。我嚟含邊。含邊白白紙衫講嘛？我做啲嘅少，我發忙都真係有嘅。我跟男生話啦，真係 suffer 嘅，定係愛紙衫，我嘅衫哦，成個喜馬拉雅 mountain and 一關嘅。因為我忙，我跟啲男仔做，我字 Alex 嘅衫，一字一啱嘅衫，一字會借。超杜蘭。Actually 啊，我淨係攞興紙衫。我冇試過紙衫喎。我頂擺冇嘅喎，我最近這兩年就攞興喎，因為我係 nanny 成派我頂擺我教我個囝會去，伊教我伊個紙衫吼，伊是 five star 度伊指條，真正水喎。了吼啊，了頂年我頂年無教我做工啊嘛，了我賣了成派了，我家己本愛折水水了，所以變咗這兩年我紙衫我就逼切啊，特別折無水我個賣個愛折水水。哇，做咩事？我紙衫唔是無水嗱，你看我 scarf 同我啲紙條嘅 scarf， 我紙衫就是暑假折水水，但所以我就是真正無暑假，而你我特別 spend 真濟 effort 你知哦，所以我變做真正無暑假，洗衫紙衫我哋見嘅物件了。我洗衫 OK。洗衫拍衫嘅咧，我 OK，特別。係你話本 OK，我只有冇係嘢。個活衫。活衫，哎呦，杜蘭活衫。我想。我全世界第一件嘅物件就是活衫咧。我冇想。杜蘭了。我個仔 roommate 啊，你使伊活嘢咪哦，伊活伊地狂仔哦。我覺得好寫，字得好寫喎。係我知，我朋友係本嚟。我有一個朋友不是安尼，活內邊看內邊衫活嘅，零零哩哩嘅。我係 Christmas tree。哦，我見你冇 Christmas tree。啊，今年都冇嚇。嚇，你知我特別為 Christmas tree 就水嚇，特步。正啊，正嘅。最尾都買。Christmas 嗰日冇時間橋。冇，我是我冇按我死，我就係諗挪啊，就係這物件。我係驚變，我係驚講我每阿冇見你買 Christmas tree 啦，伊講袂使，冇辦法。我係驚是我按咯，我按見你講阿冇人 skip 啊，講 OK。哦。嗰有成都。嚇，成都領嚟嘅成都啊。嚇，我袂使看到。我成都本數數嚟，特別我係結真多，我條俾情期有結真多。啊，結真多，別先袂使有講啊。到時切，到時有結真多。我冇暑假先裡面有磅話本。嚇，尤其迄個食厝啲物件，一條菜啊，哇，看到嗰個意諗啊。特別我第二件嘅就，因為咱就講咱寫磅話嘅，啲有一個 filter 嘅嘛。迄個 filter 啊，因為我講回來啊，一個點叫咩？打工有物件我講。打工有物件，迄個物件有當時誒真正垃圾。係啦，我未曉寫，我佢哋用小水燙伊咯。我係衫就是安尼看樣子。哦。然後夾一條出來啷看，上漢字嘅咯，是無一邊啊，然後呢咯。哦。然後我朋友講，你是我台灣朋友看的。點咩？比賽點？你是不是要放上那個夾？淘寶。自己想靠綁啲嚟比賽。做乜嘅比賽啊？做乜嘅？你講放上夾的嘛？唔會話。我高智商本身咧，我馬智商本就好了。特別我有另外智商嘅家己辦法。我做人智商，特別我
未過迄關，未過家己迄關，我要接，我係要緊是要接大啦。你只能出門，大啦就要緊嘅話話。大啦嗬嚇，我本時想愛自家水水想學得啦，你看。叫佢碰碰起來，我就 try 碰 four 咧，碰嘅碰碰別使錢。我特別呢三 N 呢，接三 N 呢好。嚇。我哋俾接三。แล้ว我冇สุกะว่าตัวละบางทีดูหลายบินเนี่ยว่าสุกะบางสเต็กที่ toilet เขาได้งุยแล้วซุยๆอะไรค่ะไอ้ยาจะเท่ายา我放啲袋率嚟學溝梅嗰邊夾唔知咩？袋率我袋率嚟邊學溝你係？我每人啦，攞人大啦用落估。冇啊，三至四節，maximum 係咯，就係四啦喂。唔知四至四。對，我是一禮拜啦，我特禮拜個早起洗衫。OK 啦，一禮拜就冇幾款啊，問用家成家迄種成日切下婆，咁嚟。會啊！我看過啊，我看過伊人夾出來，伊大嘅我想梅切到頂起嗰時係咪？即啲請梅。我別得閒咯。你係講你搞嘅大啦？你搞嘅大啦點搞出嚟？啊？安姐 sorry 啊。你陪單，凌晨多嘅了物件，人是。三禮拜啦，三拜，一禮拜4刀啦。我冇一禮拜，我一個月就1刀咯。我是1刀嘅喲。一禮拜1刀。我冇做咗咯，大隻些都聽過喲。少啊。少有咩？伊咩解做工咧？大隻些啊。大隻些。大啦，我知，我有一個朋友是大啦，伊用1刀呢。大啦，垃圾冇你貴啊。學得你冇大啦，嗰 OK 啦，冇幾款啊，你 big shit 嗰度特節哦，偷嚟死哦。big shit 我是伊共人做啦。2禮拜換1刀。我這禮拜就換1刀啊。actually big shit crispy 就好困，是講係我食半段數，所以即係咁數我前2禮拜1刀，你我就托卡人講。哦，你請人嚟做托卡哈。嗰類有喺邊㗎？點整？我冇點整嘅話，我是那想4點整，一開始嚟2點整啦咯。安啲是多落嚟啦 ，local 呢個是國嘅啦。伊是 American 啊，特別是 Mexican American。哦。聽到上面伊做廣告啊，我係朋友參觀嘅時，伊度朋友嘅參觀去做，แล้ว伊嘅 family 有個人洗頭卡。伊早晚啦有做 business，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講，我捌伊共人做一年啊咪啊，你講我無面駕車，我唔知安怎，我個驚貴頭一條，第二條我個驚唔知北人真係相信人嗰咋，冇關係嘛。然後有一年時無法度，我人 because 我還是 Bruce 甲我兩人做2份工，一人做2份工，所以我早起出去做工，7點幾8點出去做工。阿妹就10點幾11點到對厝，然後11點幾嘅對厝啊是，你真正大日了 weekend 滿做，無點先去厝咋，厝咪真正垃圾咯。伊唔是講垃圾，我實際版我家己洗啦，特別你袂使講家己洗清氣個了咋。你洗你是大概講我要洗一邊，洗一邊，你唔是規間厝清氣。所以我自己是 Christmas 嘅時就 party，朋友個咧會過來，我死我問下家可能過來呢垃圾。所以我就請啲人嚟洗咯，想講要洗1刀嚟咋，當佢唔知10年後啊，覺得2禮拜。哇，安尼久啊！真正久啊來。幾類？我1刀洗90塊啊，比金啊。哇！幾間厝啊？貴咯，嗰度個貴咯。幾間厝啊？差唔多2點鐘嚟，2點鐘。個咗正8點鐘45塊美金。哇！呢樣是2人，較濟是2人。我諗這邊個是4點鐘的60塊70塊。701 can 啊，4點鐘是2 can 的2點鐘，本是70。特別我較濟是我有影叫我較濟是叫4點鐘一人嘅，特別這幫袂啦，這個若個我無叫，因為無時間啊，我時間拄着無啱啊。你特別等，特別改啦。
哎，講伊了，我免講嘅話，我家己來。我驚我白虎啊，伊做緊來我白虎衝去學堂啊。哦，我哋邊領嘅事，要我係數字嘅，啲電視就係藝術界嚇。我明年是可以寫下你鐵畫面嘅了啦，塗骹樣切無清氣啦，我家己切過啦，樣表切咧啊。往時只杜蘭門嘅是叫人來寫啊，叫伊切紅絲啦，切空啊迄種件啊。如講只真正清氣哦，未比我家己扣嘅清氣啊。是特別無哦，如果是請到好嘅吼，伊來一刀啦，伊上兩禮拜來一刀啊。你看我當今我物件，我 surface 個了無塗粉嘅啦。就是咯，愛夠扣咯，就是伊無夠扣嚇。你看我到底差唔多，即禮拜三就愛來啊，即禮拜三就愛來。我看我到頂啊，我到頂尤其是到正樓卡啦，樓卡我就冇咩大正，我今日落音咪是我今日來嘅嘛。伊個到頂嘅 surface 無塗粉嘅，所以嚇，伊扣埋咧 basement 啊？隔了規間厝，隔了頭樓頂樓卡 basement，隔了伊特大嘅 surface，隔了伊會切咯。所以你成往時我咪是，你個效率唔是講萬幾啊，老實講一刀90塊就貴咋。然後我咪是特別我是無點聲，就攞幫我家己做嚟講，我幾時做啊對。然後我講我咪是去 check 咯，個股嘅時你去 check 看下邊，我 check 安尼一年來啊，我 check 伊個 surface 啊、塗粉啊，伊扣個只清氣。你看我凊彩我下面壓啦，我就整咧下掉咧壓。哎呦死個東西哦！我下掉壓後，哎呦死！等陣 try again, start a new. No, try again. 我但係你無包嘅咧是會失東西啊。join OK。sorry。podcast 嘅人，到底YouTube 嘅人，但係我訂咗我係迄個 power 伊個 switch 嘅，即係咪是我 power switch 係直頭 turn off 了。我講我咪是請人來，迄個是我去 check spot check 啦嗬，我看我蝦米物件邊啊，個了係條平時無用物件，我去 check 看塗粉又無塗粉嘅對面。你若是無家己無切啦，你一季節啊，你無去扣掃啊，伊塗粉一樣呢就對。我只比較講經過夾筆嘅了啊。係咪？我諗半節就塗粉了咯。係咯。哦 ，because 我正冚掉啦，我正冚掉。我諗提時轉啊，半節呢咯。了，我在我買厝本上，我買厝度 ，because 一堆厝樣無開，講樣開咧樣嘅 balcony 嘅門啊，slide 開起來，了 even though 樣是，我未記到幾樓，我買厝啲幾樓啊？未記得幾樓啦，怪關門啦。要死我到底未記我買厝啲幾樓係9樓係了，冇仔，我未記啊。呢時幫我企我俾頭，我特別有企唔使得勁。咱有用咧 air purifier 我冇用 air purifier， 我係買厝有迄個，而家好會哦。有迄個安尼，到拖開鏡誒。哦 robot 啊 We are talking about Roomba is it? 成個 Roomba 呢啦。for air 清氣嘅。係你而家啊，男仔。air filter 嘅可能。我冇垃圾。Malaysia。用我講無物件本嚟哦。係咯，冇垃圾物件。係你啦，係你真正好，你成個 Roomba iRobot 你掃拖開，because 我在嚇。用咗冇塗粉啊。你咪驚。你我覺得冇用嘅，迄個伊是數真正搖塗粉嘅，你冇用。沒有拖開有，我講聽我真係明白。我係比較好用我垃圾。好用。我用 Roomba 到啲 Boston 嘅。Roomba I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floor 咯。If you floor 就是 carpet then not so effective。哦，一般呢，一手邊呢搞啦。成個 Malaysia floor 呢，marble wooden floor tile Roomba is very effective。我買厝嘅是打咯，咧伊嘅厝我講聽。我接落嚟特擺，你睇我特擺對厝嘅時候，講點解叫人嚟寫下面物件叫攝啊？因為羅冷大，你講因為羅冷大呢，竟然真使家己做。你我知道買一粒互伊掃塗骹咯，伊嘅塗骹特擺嘅時，你立掉嘅時塗骹，你再就伊每點開掉係咯，大門你不要嗰啲門，你立掉啊，伊骨骨。
伊就是有頭款咋，你立啲係攝啊，伊就是無頭款。我對起時啊，我清了我白背行，本無垃圾啊。我是特別我嘛真好笑我嘛，人家就是放喺無地時可以去掃咯，我嘛是啊，有地時嘅開去掃嘅。因為個名啊，我買名。識點寫嘛？識點寫？伊就走出來嘅嘛。係啦，我買時伊有地時伊個燈安可以行嘅。伊未有用啦，伊未有用大門啦。我意思講看。伊講我要看，記得咯。伊講伊個名可以名咩下？我未記名咩嘢？阿良。voice control 呀？冇，伊實在伊樣叫伊一個名，叫咩我實未記名。阿炳唔是，伊一個人，伊背學伊個人嘅名，伊實叫伊一個物件叫佢個名。阿媽叫咩啊？但係我媽聽電視講。成個當叫我看就咪估我叫阿 John 嘅咯。誒，我只阿 John 攞了。了。當見伊人有摸下路嘅本。啊！我包括看到呢scene 呢 ，iRobot 呢。It's not scene 啊 ，it's already a few years now. Well, this year 我包括看到出一個iRobot 是 iRobot 啊，還是 Roomba 未記啊？iRobot 就是伊個公司 ，Roomba 就是伊 model 啊 ，model。iRobot 是 original 就是出隻擺面嘅嘛。哈。iRobot 擺面伊人 ，iRobot 伊人 started is actually 伊人個了 from I think from MIT 嘅，伊人都是 robotics 嘅 department 嚟。了伊人 because MIT 嘅 robotics 嘅 department 是真 strong，so 伊人出來 ，then 伊人 decided to 做這個commercial 物件，特別講起來 all these things 個了都是，actually 個了都是 everything started from military effort。哦，哈 ，military effort。Because 仲要出架寫 window 嘅個。寫 window， 誒，我按照咱出來咧，就我就是我頭一個買啊，依然是伊出互我寫衫、紙衫、옷衫。要iRobot 要出粒寫路嘅觸頂嘅格得。哦，哈，我不學過。伊當伊有 mob 嘅，有咧咩？有紙衫咪先咧，紙衫咪先咧，有嘅嘛咯。紙衫成種啊，紙衫是安尼壓你嚇。哦，你掂一個你經出嚟，我有看過 YouTube 咧，伊有紙衫咪先咧。啊，咪先咧。但係我特別是愛有옷衫咪先。嚇，我那是我現時買那是有，我掂落去嘅。我上字嘅嘛，我掉起來嘛，那是有옷衫咪先，我一條掂可以換好我話咧 perfect，我 handbell 嗰度講。我把路用。去倒閉咯，去倒閉。我再去倒閉，特別換的是。所以當本話都但係你咪就生意死人。你去買你咪先冇當啊，嗱是講嘢夠你有衫。冇就叫咯，我同你講，日本仔真夠做這物件，簡單啊！日本仔真夠做這物件。哎呦，愛來啊！我同你講啊，我古早我有上個買洗碗個。洗碗 dishwasher 啊 ？dishwasher 啊，我。特別話說，你叫愛搶水掂住佢嘅，攞鼻衫翻直頭掂住佢嘅。就是咯，你不是俾受到你3倍嘅了啊！你係死命咧。我就是怪介紹啦，我是怪介紹你講運貨。你直到我讀冊嘅時候，能使試啊！你講白讀冊多成環境嘅啦，有佢哋 dishwasher 本嘛，呀，只係你攰㗎了，咁都掂到邊度？一寫，哇，就是咯，嘅，別好寫啦。我講到聽，這邊馬來西亞學生嚟美國讀冊咧，依 dishwasher 冇嘢嚟洗衫，俾嚟洗，我都冇有代入頭就知啊。dishwasher 是嘢嚟燒佢哋洗好咧傍晚。笑唔笑？笑唔笑代入頭？我咧我係 dishwasher，但係我冇用。Actually 我冇會曉用，但係我諗唔用 because it's no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cause the amount of water， 特別鮮嘅。The water usage is 真係 high。鮮嘅就 eco-friendly 啦，鮮嘅。Not really. Actually, there are 這裡物件我別使講，我講住個政府就了。OK，明講，我講白行。我 the only thing 我會講就是水賣生。有啲咪講話唔會制啦。我唔會點樣有嘢，你睇錯啦，講嚟講
特別我 dishwasher 嗬，我有用 dishwasher 咯，因為我日本多時我播我本咯，老實講 dishwasher 所以我對廚嘅咧都是 hand wash 咧，成個 Malaysia 咧咯，開個 dishwasher rack 嘅 hand 咯，一嚟燒一嘅咯，因為有咧 Malaysia 人嗰個伊 oven 啊，我嚟部用 oven 嘅 oven 一頭係咧係燒物件抓落啊，係咧係到入面嘅。啊，特別oven 問燒物件問係，because number one is fire hazard，and then number two actually oven 真係好用嘅。你 if 你要用啊，oven 真係好用嘅。我去新加坡嘅時，แล้ว啲 NTU 位嘛，แล้วว่าเรา courses แล้ว都掉喺你塔 PhD 嘅啦，ว่าอุ่นเนี่ย是 permanent อีหลังถอดกับไพ่ยังอย่าไม่เคย嚟做定樣嘅櫃打。係咪？bằng樣嘅櫃啊，樣嘅杯啊 ，stocking 啊，bằng啲係 microwave 入邊做可以打，你話幾呢個法師？咩？咪是官嚟啊？冇啊！伊講會打，你有呢是出來是打喎。我覺得係你第二個人愛放 noodles 入邊為主，你冇真正幾呢？假料，特別啊，真係鹹糊嘅，伊面真係鹹糊味嘅。啊，要食辣哦！我係 dentist 特擺伊學我伊刀就做刀嗰時係只 microwave oven 入面。啊對啊！如果我啲個人嘛是有一種嘅物件，用裏面係刀，係咧，你係啲阿毛管為咗佢哋時啊，係咧，我就是以前我上面俾嗰種，唔講我全部 microwave 一樣啊，嚇你全部 microwave 是白的，唔係，你用白樣，一直講白樣，所以我哋時候咪就。因為我上咗去一邊所在買物件喺度，啊咧，伊是規條街是專門賣一個，我唔知有間南西去過無，就是伊是規條街賣個啊印沙洞，我就是喺邊看物件，我就是看到爽，我就變咗做手工嘅所在，係咯，伊有迄個就是我就是間，但係我去邊坐喺邊啊，用 demo 我都看嘛，伊是嘛做燒咯，話你係啲冇管理咯，係咯，你無俾你個派勢嘛。所以我教我朋友講嗬，但係我隔人嚟啊，我講話你自己你 try 過了，你計講你全部咪佢會安裝好啊，跟住而家你講冇睇樣了。都但係你嚟我講嗬，你自己都用那個你加派事，你就講你全部咪佢會安裝好。搞攞刀第二刀出嚟，部 microwave 係而家就立 microwave 嚟備爐嗰一時。我講你白樣啦，你可以拄到10幾20個什麼嘢，伊就想辦法做好你啦。你講話冇 microwave 咧，往前出咧。你冇 microwave 啊？我備你隻 microwave 我สั่งรู้สิเหรอ你備 microwave 係สั่งรู้係備咯。แล้วโอเค佢講 cute 咩嘢？清地都市。嚇，我時間清。嚇，你係咪數？你在 toilet 迄坑哦。頭毛，掉頭毛。你撞 AAC 啊，迄坑啊，迄老嘅豬迄坑啊，掉頭毛。你人有有？有咩？有啦，有啦，但係愛 clear 嘛，係你我。對愛 clear 嘛。我同你講啦，我唔知是唔是我少意，我第一期因為我甩頭毛嘛，所以常常一禮拜2禮拜幾日，伊就掉頭毛咧，所以我特別用酷嚟去撬伊咯，撬頭毛啦，掂晒頭為佢長嘛，我撬咧。我係感覺係拗嘅咋，我係 disgusted，但係我看伊唔是垃圾咋，伊是 just 看到我頭毛就係。頭毛就係佢嘅，其實你頭毛就戳就佢嘅。我係感覺常常會拗嘅咋。你佢你清楚兩嘢頭毛，我真係佢嘅。我係二年，我冇清楚啦。特別你頭毛是跟阿頭毛比較緊，日本見跟阿頭毛比較緊，我說你頭毛要參與迄個 soap scum 啊，我 I think 就 soap scum。有當時有嘅。soap scum 嘅你有 soap scum。嗱，佢伊就是我未得閒咯，你就我牙面哦，鼻血啊，然之後搞起會起來啊，哈，我就比較緊啊，伊旁下邊嘛是嘅嗰啲嘛就。我去入得都係屎就用時間嘅，我繼續嘢咗你就有成日我又去邊咯，我去邊成日拍啊嘛，又嚟用嗰個邊嘢棒嗰就用。哦，你就做古邊就得，做古橋就得。
講有一種嘅藥粉，你會使入嚟係度。我古早你點咗一隻 acid 咧，你點咗一 acid powder，對對，一條條叫注意，一樣嘅咯，係咯。一樣頭毛。特別你冇好嘅你，你做派你擺嘅。以前可以用佢哋驚用手去夾頭毛嘅人。誒特別嚇，往正有一項看嘅物件，伊成個一條嘅咧 plastic。等嘅 plastic 一下，有邊有嘅咋？所以你塞落去一下，你擠落去前嘅，你 Q 起來是一坨咧茄掉入面嘅毛㗎啦出來。但係John 你講嘅就是依兩條 bite snake。我佢聽下佢講啊，John。伊唔是 traditional 嘅 bite snake 啦，伊是先當嘅 plastic 嘅啊，你塞擠去啊，要嘅成個 sawtooth 嘅可能，你 on the way 起來是伊 capture 掉伊嘅頭毛嘅啦起來。掉起來啦。啊，掉起來佢錯佢玩咧，แล้ว你在南邊咧，你星南邊咧，伊個唔知面嘅啦起來嘅咧。你冇咗你掉物件是係咪 disposable？ 你個是 reuse 嘅。你 actually 你係 disposable 會使啦，特別伊 plastic 嘅嘛，較濟人 reuse 啦。我應該做隻 topic 哦，佢裝嘅 gadget 啥，佢 say 佢裝嘅幾百嘅有可能啊。係咪幾百有嘢啊？你佢裝坑啦，你迄個邊啊佢裝安裝寫出來迄個。哦，咱講寫物件，咱講寫厝嘅。寫厝係呐，特別講一個 topic 寫坑，係咪 gadget 來寫嘅？寫幾百。你是講你 douche， 你是講正你查某洗薄薄嘅是？唔是啦。通常往 kitchen 嗬，往個星迄邊夾邊啊啦、垃圾啦、要 watermark 啦。哦啊！我就係咪叫我哋未打慳嘅 watermark？烤嘅動物啦，喺你管啦，佢咧真是啊！對，我做隻 topic 講出嚟嘅到。OK， 我寫起來。我來這邊嘅時做工時，我頭一擺甲一個查某白白大我知哦。了迄袋咧，我甲伊 share 來用嘛。我人無叫外口嘅人教人洗嘅知哦。伊大下邊半年啊，伊無洗過迄個袋咧，你知哦。喲，我知只見你。你知伊塗骹吼，本來是白骹的，唔是啊。一撇下邊是我知哦，我講洗過哦，伊講我洗過我也邊嘛，不邊過啊，伊邊未去哦，我未得閒啊，我講。冇啦，阿咗咧拍廣告啦，阿咗拍廣告係咩？為名有強嘅效力。日股冇聽到大菜 film 為名有強嘅效力。我換別，我真有人會當安尼款貴子。我講下，讀到我讀 college 時嘅迄種迄查某時真係本大啊！我唔係我拄過啊，我係樓頂，我係 house 咯。好彩樓下袋咧是我一人用嘅，樓頂二人嘅嗬是真係幾哩嘅我。哇！你冇แล้ว伊袋咧冇。我唔曉，แล้ว我拖卡樣無手無切嘅，嗰陣時我一人做嘅咧。有人成日揾炒飯啊！即係我咪講到落來嘅學生啦，唔是人會掉啊啦，所以人嘅學生都好介意share apartment 一人 students 啊。แล้ว即邊學生弟弟 complain กับ我嘅 wife 講，哎呦，依個 roommate 真係慘嘅，แล้ว我講係咪慘 so because 依人查某嘅，咁樣 so 我 wife 自己看咯，我播出來是講 oh my god do not go inside， 你知係咩事咯？依人依個係個學生啦，白位來伊講伊有寫伊個財經，但係你入去財經嘅時，伊個來過經嘅會緊了 everywhere。喲，嘅咧！有一隻查某人嚟，又好食喎。Oh my god！ then 人嘅學生哋 complain， 然後我 finally 我想到了the reason， 我佢講。即係學生啊，伊到底伊個 country 位啊，唔捌寫厝嘅。
用工人写互伊的。That's why 咧，你袂晓。either 伊个工人写伊有伊妈甲伊爸写互伊个。So that's why 伊袂晓写物件 ，That's why 伊会规个十斤人咧。你有冇介哦？有介哦？有介哦？一个學生啊，一個學生冇啦，冇去介啦，冇介啦。我講聽，呢都是白位嘅。我講聽，我到底啊，講甲家人 is 我the way 我 handle 就是 from 我家己 experience 就是啊，when 人冇 ready to learn something 啊，你安怎教伊本好啊？聽未接未接頭腦嘅，所以你對等甲迄個人叫甲食啦啊，會考教下面甲了咧，等你教。聽，等大名。That only if 迄個人問你看叫你教伊，應該。even 人嘅學生是這樣。我被講嘅係另外一就是你無寫真嘅經嘅圖卡，我被講你啊，博一零加。南西加毛毛古聽，我聽到特別嘅為處啊，到底係伊在往寫羅經嘅在經，不羅經房經寫一公司一間嘅在經嘅對，所以我能五里搭波都只大，兩里搭波對隔壁房嘅，即係等人即個零啊，我能房經三個等人，แล้ว接起我接起頭。就已經我冇 expect 啦，我只頭見下即期我笠住依套卡哈，上加有 gel 呢，像 jelly。我幫你除嘅咯，康寶。哇！我學下嘛，我未打啦，我講係我平時走去 mini market 會買 Vim 啊。就是啊，我不是想問啊。三幾斤嘅了，我講嚟聽，我所謂買起來，我三咩幾斤伊係你個了三可以死掉，แล้ว我未得我日日即起請卡卡嘅超浪變你，哎喲，你變起來嘅事啊，我就寫啊，唔是一刀呢，我就寫攞刀下你一學寫計一頭卡計攝啊。怎麼特別講兩位告訴過阿 John？ 即係係哦，迄物件，我去 cost 嘟下邊哦，買一罐啊，10塊迄個邊迄頭殼可以撕嗰隻，我甲迄查某講，你買入去，我撕掉3點鐘掉，而家頭一日一起淡薄就哇。第二日我再攞，我俾我罐頭撕嗰隻又撕幾個頭殼了，伊會起好去食個了，起個了，嚇，伊頭殼去 beige color 好食個了伊，就是講冇寫過頭殼嗰隻哦。ano lu be hele liquid 就是下面 liquid 嚟。cost 你好，cost 你講 cost 是唔是嘟位？冇啦，跨邊啊！嚇 ？What kind of ingredient？ 我唔知哦，應是藍色嘅。cost 咪是嘟位咯。嘟位啦。對，你是煮嘢啦，還是煮嘢嚇？啊，你是煮嘢，特別哦，要真正嚟啊！特別你做派喺頭上啊，一刀嗬，即個頭上，伊真正用掉啦三咧。哦 ，porous。咁，你說頭上盡量是用間 light 用嘅嚟洗啦，一笪刀洗，唔係講辣曬你冇辦法，就必用肉水嚟洗啊嗬。用係你 acid。咧，頭即係頭上伊用關嗬，就是只用石係你。伊 surface 成坑嘢。成咁伊冇 protection 了，因為嗰隻係乜嘢？我嗰時候都係乜嘢？我就追求是，你猜做咩事？我唔是講我好事冇去教人寫參文呀，我是想講，你咪是有用人咪是寫，你咪是面講掉地去一工去寫咯。一無人插過嘅打波，我特禮拜我就寫一道咯。所以我 I bet you 啊，一樣多下邊嘅厝咧估啊，因為才見唔捌你清奇過嘅。
因為啊，到底我做咩事攞行洗衫咩事？因為我就用手洗，我唔是掉啦，我被生累後，我到底去奧特車時，我家己用手洗衫嘅咋。你只板褲哈，到底只買褲掉我都是只件。我幫我唔來。你就問你頭殼跟你垃圾計喺入邊洗啊？到時我是未洗咯，我咪是到要洗淨一件 ，then 我洗衫。我特當時要洗衫時，我就洗淨一件咯。แล้ว我變咗嚇，我變咗特禮拜，我是禮拜洗衫一單嘛，所以我就洗淨一件洗幾件先起啦。我幫我咪來一開始過讀聲啦，我洗衫。馬拉加里。我特禮拜我聽我咪來開始過洗衫，我洗陣版。你我講條個件事，我變咗我洗陣版咧嚇，我上辦件嘅一件嘅事。一件啊，對啊，我即期啊，你在幫，你即期在經人幫住出來時，你用在經就在 share 在經，你味道超級香嘅就。伊家幫住無幫到啲咧，砧板兩邊，一幫到啲拖開，冇幫到啲拖開，喂，你牙注意你牆呢？搶未走誒，搶未走。你搶你咪是比搶較濟淡薄咯嗬。啊，哇！因為迄隻樣，我都講阿 John， 哈，你特別落 shampoo 啊，甲啥物物件，甲剪掉伊。外面有同嘅效力嘛。baking baking soda，哎呦，冇啦，所以我冇計講，我是從 January 講，我幫住時間4字淡薄，但是講幫我買出來塗卡，為啊要見到被幫到啲喺你裏面，我是講樣盤出來特別我知，我係聽到伊幫住嘅聲，要塗卡，到底得到嘅聲，我聽到嘅。無，長誒時候咪幫住，別幫住就去安邦康那邊吧。你那是幫住，張 A 幫住不要緊啊！你就是講強者最強嘅，我冇插路。咪是有味素嘛，塗卡。哎呦，然後變咗我寫個大包嘅就係經咗之後，其實真係偉大了，真係。對咯。啊，所以我當尾就係你攞興寫衫嘅嘢，我想到我佢就寫塗卡嘅時，寫就係經。我邊唔知有上重，我邊唔知上重嘅，特別。容易做味哦嚇，應該是有啩。我用 Vimeo 都係這麼說，我係咁整嘅 Vimeo 係好食嘅。有冇個？你真係這麼說，我要聽，我有場外面有強嘅效力哦。點解我就時間聽咧12點背新聞背後咧報個粵語廣播劇，我哋時間聽了喂。粵語廣播劇咧，我時時聽，我哋時間聽。你 sponsor 是外面嘅嘛？特別。未記啊！你別個打 radio 嘅時候，嚇 radio 對。你 browse 嘅時候，咩 browse radio 啊？冇啦，你成個講你哋學生呀，唔是你哋學生。啊，即是 RTM 嘅，唔是你哋學生。特別我就你講 browse 是你哋學生。哦，迄係 vintage 嘅。嚇！你睇下佢個聽一個做個了嘅。嚇！你哋學生是 cable 嘅 radio 就。哦。cable radio。喲，我就是個聽咯，一禮拜阿妹有幾個數嘅，就是哈，俾你學見到是人哋講起啦，真正好聽，真正好聽，禮拜阿妹幾個數，特別我是聽是12點半，阿龍你叫我12點，咱12點去學堂對來，你寫我幾回啊？我寫到5回，唔識。應該冇啊嘛。啊，你咧？有啦，出道訓練，14點正行。哦，你哋學生冇，我是講你 radio，平時 RTM 嘅。頂到是 RTM 咩？唔是 RTM 啦，廣播劇嘅嘛是 RTM。Little Hudson，Little Hudson 冇，Little Hudson 是 Little Hudson 嘛。嚇，แล้ว一破一樣冇了，一樣就變988嘅前提嘛嚇。冇啦，我係處冇呢個好想，我處是 terrestrial， 我是自己 tune in 嘅 radio 嚟。tune in 嘅 radio 係 RTM 係早期。Radio 5啦。Radio 5嚇對，
第五台啊，第五台有幾多數啊？冇幾個數，第五台是有你外面有強嘅效力嘅，伊個 Apple 誒12點過嘅新聞係，呢就是來嘅粵語廣播劇咧，我真係暑假聽喲，我特登聽啊，巴斯哥拉來嘅時候，我未得閒，就去聽了。好聽啊 ，actually 988夠好聽啦。我聽到是乜嘢988？真係冇喎。我講過。第五台都不講好聽啊，好似。冇，我聽第五台是伊個講。跟第五台嘢咯，聽。第五台啦，特別好聽咩？查查咧，我冇聽喎。冇，唔是伊，我是聽伊個廣播劇嘅咋。我就係伊廣播劇本是查查本嘅，當見咩咁好了。廣播劇啊，當見咩有病？sound system 有啦，即係冇有啊，即係有 sound 有 system 有聲，你睇伊成日去OK，咱去 restaurant 嘅時，你會聽到伊個看 restaurant 聲。我直接 obsessed with 這 audio production，就是 because of 我聽外面有強嘅效力嘅贊助上嚟啊。我哋冇得做啦，咱冇做本啦，成日你都除到對迄個一個有即係票，除到對 sponsor 路啦。我講，咱若是咱名聲大啦，人會隨咱拍廣告。如果咱無講唔是冇出名，都同見啦，actually。啊，是咩出名？我冇覺得我出名咧。我冇覺得我出名咧。臨時講路啦，人講嚟電台啦。會個話出名啊？會個話。啊！佢只講有人叫伊咧，有人一直伊哦。特別我到底嘅老乜少人，我對邊咧知道，佢個濟人拄到我知道，唔是拄到我，就濟人叫我。特別你講咩做福建嘅誒？係咯，得嚟就做嘛，成日讓古仔地個底嘅都冇時間嘅。男仔佢行到門口，見到奶奶喺度煮緊飯，係啦，呢度變時咧嘛，奶奶。你喺度煮緊飯，主管嘅事啊！哎呀，我愛做 ，actually 係特別 story 了成啦，是廣告劇佢就裝嘅咩？係咯，要講嗰個廣告書咧。我話車嘅先啊，好啦，嗰陣時嘅先嚟，嗰陣時嘅，做出嚟先嚟。唔通係行嚟行去咩？叫滑車，叫落咩？好啦，一人日。我定到時啊！老唔是，thunder 係你 lightning 啊，yang bang講。啊，佢哋人班咧管嘅。特別咩？你遲參啊啦，巴魯緊啲 computerize 啦，以前啊。巴魯就應咯，巴魯就應嘅。阿 John，邊邊啊？阿 John 嘅咧。係咯，是。你係幾來時呢？幾來時？即係唔是幾來啦，即係是迄個 killer。我等，我放兩聽一上先，你告訴我，係咩事？阿龍行到啲伊妹，鎖門鎖嘅事，聽到阿妹就唔聲，成個人蛋叫成個冇好事先。你睇到啲灰，我睇到查某講。你有咩在奇？我成個 killer 咯。喲，只開會時看到，微娃就掉。你特別都唔記得啦，愛做啦，老實講啦，人哋係人仔正啊，咱做掉咯，咱唔係講笑啦，正經嘅，咱做掉咯。特別我你咁我 try 佢咧就，嗱，咱個錘講住有興趣俾 anti 嘢啊，呢條我就係你講數時，你前部海你鳥學咗佢。確度啊！嗱，考佢嘅，一直來，快你滾啦！我只緊講。男仔咱攞人做苦心連。冇啦，阿 John 做苦心連嗰時候，我做鳥卡度嘢。啊，卡度嘢，有吹氣邊嚇。咁死，你仲唔去洗碗？有吹氣邊，我同你講，俾咗個度。我俾我同你講，如果一鳥是情意滾啲 A 嚟立嘢超嘅啊！立嘢超嘅啊！情滾啲 A 嚟立嘢超嚟講。誒特別 actually 講只技術，我哋睇到嘅是頭邊咧學嘅嘛，你個 start 全部都估嘅是，邊咧因為開一個電台嘅聽到即係全戶樣啲做嘅事啊，แล้ว有冇做 programming 嘅時候，有講到會做一個咯，會做一個 drama 嘅學嘅 drama 咯。แล้ว我講我是會做，特別真係濟工，because 被 edit 真係濟數。
你就會負擔做咯，你 sound 冇負擔 effect 會做嘅。哈，只看靠做咯，那款。特別那人仔那會使姑姑就知道啊，一年就知道。當然古就用嘅啊，當然全世界你到底後面所能唔要緊嘅，錄音嘅嘛。啊，講到錄音啊，媽仔那時候我困未請，我就冇再弄嘅嚇。我冇唔使用，我哋做會唔會用？只係咪嘅啫？用嘢我講真係多。你講講，你未計講把刀出自己是 next series 是超壞嘅啦。冇唔知嘅，一時俾上團你出เข้า緊話戲。是啊。所以伊裏邊用嘅 line 嗰啲是 H 嚟嘅 line 裏面哦。所以特別伊用 animation 表達出來，伊是 treat 一張 teaser 裏面嚟。好，嚟使介紹就學緊話啊，任菜杯別擺啊。任菜杯，我同佢講，我找條任菜杯出嚟。佢未任菜杯豬撐啊！任菜杯豬撐。任菜杯起底，任菜杯起白卡，劇場起餅，任菜杯起餅，但係任菜杯起餅擺個名，每一個禮拜個被當播係任菜杯起底是有偉明嘅有效力，效力，有偉明有強嘅效力，佢哋咩講學緊我啊？Vin 寫陣文真係有效。笑氣，真係有效。誒，OK 啦。冇啦，等佢執話題嚟個，南西啲字咱講嘅情調馬蛇，你講家己嘅partner嘅，會記哦。講硬嘅，你講翻出嚟咧，我唔情，係咪情 mas？唔是情 mas 啦。嚇，炸掉家己嘅畫面啦，聲變嚇。你講啦派話。講你硬冇派話嚇，聲變了。咁，我講咧咪晒。我覺得話聲我超嘅聲話。特別嗰時我俾講你 Q 攝物件，就是你人嘅digital organisation match กับ你 real life 嘅。digital 就講你到啲 computer 電腦嘅啊，你安排你 document 係咪咁樣好事哦？我係真係零零嘅，我咪想，我 digitally 我真係 organize。佢係零嘅咧，擺好事嘅咧。我本零零。我同你講啊，我嗰時啊，我真係攞係咪就幾擺嘅 folder 啦，參嘅。唔是，伊幾擺 folder 咧，頭一個 letter 咧嗬，我冇 repeat 嘅。所以有陣時我想我死我俾叫一個 folder 係咩嘢？我冇 repeat 嘅，我 A 到 Z 我冇 repeat 嘅。係咪 A 到 Z？你是你攞行物件要上面頭前咁就好。我冇好啊！我特別想辦法 send 一個 folder 出嚟咧，幫人做10 folder 咯。我 folder 都就係 at one glance 嗬，你看住嗰粒 A 到 Z 然後是冇 repeat 頭一個 letter 嘅。有時都 OCD 咯，你是。但我每看到 digital 呢別人咧 computer。我有咯，但係我 set up 是咧study room 咯。แล้วเราบีมีกันแล้วปังโฮโฮกันแล้วเรา organize แล้ว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ทเบิลเบสเอามีกี่กันแล้วคีย์บอร์ดกับเมาส์เนี่ย唔是，意思講電腦裏邊。裏邊。裏邊啊。我同你講，阿仔，我係 desktop 本是坑坑嘅，我無數格字。嚇，坑本。我咪講我 desktop 我當嘅。我隔了少啲一個 folder 裏邊，我無數格攰嚟 desktop 我可能 expose 我 folder 隔了看了邊。嗱，OK，看我 shortcut 隔了。我看到我 desktop 我可能我知道只大單 present to everyone。因為等陣你。沒有你點？等呢？我有物件。哦。我有物件，到我 desktop 有物件。我看到。冇啊！哦，未看到啊？咩？我看到。有那人是安尼。安尼未看到啊？我看到物件。安尼看我本垃圾真亂嘅，看 desktop，我別得閒咧。我看喂，這個本來學見嘅 show 誒。我冇 ABC。有個人是袂使哦，干那你邊啊？你 desktop 袂使有物件誒。OK 啦，我 stop 啦，讓看到佢了 ，stop presenting。stop。嚇冇喂，是你 screen 啲咧，就慢慢讓看到一點。我看到。tunnel effect。嚇，即係裝啊，微娃娃啊不，零零。
你看我 A B C D E 个摆好時個我冇 repeat 嘅。哟，袂好袂。我做工嘅就嗰個大啲做工嘅。我是用家己嘅 laptop 去做工嘅。哦，所以我平時擺好時個咧。我係做工嘅物件，because 我 sometimes 我 project 就要交互人嘅啊，所以我那是你亂來啊，隨便掉物件。我同你講就是我只攞我 graphic designer 啊，伊直直有 version 1、version 2，佢咧佢唔知啊，佢下面物件 without 下面物件，下面物件 plus 下面物件，我講我其實調伊 file 啲就調到我笑啦，就係少呢嘛，我做 version graphic designer，我比如講 graphic designer 時你可能樣比較 Q 唔見。revision 先呢嘛，即係說哦，即係 revision with larger type。我話你 revision 1、2、3，我冇 revision 本嚟，特別我 bracket 幫自己嘅了。係咯，伊唔是嘅咋，伊是連 file name 本換掉嘅咋。哦，誒，開車嚟啊，開車。冇啊，我本是 graphic design 啊，我本。水伊本是幫自己，然後幫都最下面 version 我有幫水本嘅啊，點解我做？特別好long哋我哋攞興就是 final 1、final 2、final 3。嗰一個是 very final。Super final，this time really final 了。我有幫過本 very final。係咯，問題是啊，我講 because 我只係攞面咗，你講諗做廣告公司嘛，你 branding 只係要緊嘛，你 customer 嘅公司名，我是真係 strict 嘅就，我 spell 個水嘅咧就，我有 space 就我有 space 一大號再大號四號，誒問題是，佢就係佢就一隻字一啱啱冇好嘛，所以變咗冇 particular 咗，即係隻 spell 呢就，所以唔知有你減一個 S 加一個 S，比如成個 for example McDonald's。係咪好似你 S 嘛？嚇，一就 spell 冇 S，然後冇 apostrophe，所以你翻去亂記咯嘅了，我全係攞住你咯。我嗰陣時 share folder 嘛 ，share folder 我哋 server 會嘛，所以我係講話，誒，你話係 customer，我之前裏邊揀你 file name 嘛，我是揀 Q 呢 file name 嘅，你自己未進去咯。有當時我 client 教你講嘅，就講我你別使 short， 你別使啊，像往時當時寫個。哈密公司，伊是 HGS， 啊是咪？可能，伊嚟講，你俾小王，佢哋就俾咗 H 號，哈密就俾寫4號，然後個多你講，所以特別對咗你 customer。我是真係 particular 這物件咯，但係有你 customer 自己冇 particular 本嘅，因自己冇亂寫本嘅。你我未講話，嗱有講corporate identity 嘅 guideline 咯，有啲公司冇嘅咯。成個你在地搞就是 Apple 咯，對。有會咯。Apple 係我人頂到我當面做事啊，我人。哎呦，講博劇。幫曬。冇，你笑話住。講句 Q 嚟。為名要強嘅後力。你笑看砧板嘅聲笑住呢？我冇估。嚇，你搞咯。特別公司冇 briefing form 嘅咩？係咪嘅？冇 briefing form 嘅咩 ？briefing form 啊？briefing form 係咩？no brief。這 format 出來啊，咁就是講嘅公司名就是你搞這公司嘅名咯。你有 form 冇用嘅，你佢哋有一條 form 你嘛亂填嘅，那嘛是有嘅。不，公司愛收個了 data 起來嘅咩？對啦，冇，問題是你有方本好啦，你做工嘅人就是可以試算 spell， 試算寫物件啊。我同你講，我第一件就是美國嘅日子嘅，美國嘅日子計日子冇成你嘛，所以你過嘅日子個半未半嘅喎，當時。我當見你美國，你近日啲美國，你用美國日子，你冇 confusing 咯，你到時啊，像 Korea 嘅國家。變咗啱你一半嘅，所以有陣時我自己是貴嘅日子咧。我就是DDMM 嗰時 MMDD 啊。我still 有 problem 個，我講台灣嗰時啊，台灣是對伊朗嘅中華民國年啊，嗰時啊。我係你了解，係你想當幾時1800年嘛？係你是了解。你今日講呢啲，泰國本是樣嘅，本是用幾幾年嘅。幾年嘅，有時啊。有時點我能13年嗰時10幾年嘛。我係美國，我到啲美國嘅是。我關係美國嘅 date 咧嗬，然後我邊咧學嘅嘅了物件，我是用 Malaysia 嘅 date，所以我特別 struggle 我寫啊，所以你看到我寫 date 是
我是寫 September or no December 幾號，然後呢，我冇咩時間寫係咧23空我呢嚇，我 because 我 still 冇咩關係個，我安尼估啊，我對比較起來，我變咗寫別對我 Malaysia 嘅 style。因為我聽講較就是 Malaysian 嘛，所以我唔係講成個伊人無。伊人佢被我對人，唔是伊人對我嘛，對唔對 ？Because 我係聽種較濟是馬來西亞人嘛，所以我寫帶嘅時候，只久啦，但唔少人問我，你帶 recording 是馬來西亞帶，咪是大陸嘅帶？又只人問我佢，因為我特擺本寫馬來西亞帶，較少我就知道。頂到是特人問我，哈，是 US 嘅帶嘛？還是韓國嘅帶？韓國日本上帶咯。特別咱無日本嘅聽眾，我同點嗬？日本留伊一人咯，無咯。有聽眾是有啦，是講日本對嘢啊嘛。聽眾是有誒，你去看我 stats 是有誒，是講人無講。即係這我講聽，我到底對邊個嘅時候，我啲事嘅時候，我就係講，即係這啊，有聽人啊。是特別你唔知講有聽 ，because 伊人無起來甲你講，還是伊人無 email 你，還是無咩特別聽人只隻就。because 我發覺到成個我拄就知道讀嘅咯，拄對人。咁了是我拄了火車誒啊你名咩啦叫咩？火車名燒燒名咩嚇？你知到底拄Starbucks是拄對我誒？杜頭哈，拄頭係。杜頭伊是伊家己聽到本啊，特別我咪是毋捌拄過伊。厝內啊，我厝內對我到底我這家英國中去食物件是有3個嚇，你未猜幾條之類。你後尾走來甲我講過伊查某，伊講哦，我特別有聽咯，阿妹特別就當我驚人困一個聽，但冇上錯講。你有時我咪是聽佢，你講我唔捌看過，特別要走來拄我 that means you reach 較濟過。人在啦 ，because 唔是教人起來講嘅。但是你到底日本聽啊 comment 啊咁樣講。private message， 我冇有拄過有，但是有人 private message 我。哦，你是講人有聽本來福建啦。一每都貴物件嚇。Facebook 我都看到貴喎。啊，冇咧，我請每咯。有啦，特別人講有啦，冇。這是咧，本來福建嘅南西講。又係翻嚟啦！呢是西江南西江，稍微梅南西啊。嚇梅當嘅梅嚇，你係咪未見你看到啦嘛？這啲唔是貴高數。嚇梅係咩？冇啦，唔是啦，拔刀啦。你頭毛被教喎。你頭毛你頭毛就估冇假。冇啦，呢度冇加過。有啦，是冇教。OK。毛菇。你叫我就幫掉啦，卡死餅嘢。你講要叫我出來冇出來掉啊，毛菇。冇應。哇，看未起路啊！伊看未起路啊！伊啲搶水就蠻搶手股。冇啦，出來了啦，啲資料。是啊，但我幫曬是路啊。係啦，個第個做聲傾鏘長，都是。冇了啦，咁樣長嘴聲啦，好先。特別我最近。這就是長嘴嘅聲，就是伊啊。對，最近啊，伊就是換電話咧，伊個無講嘅啊，頂到是個講就係一個詩。嚇？對。頂到講是地杜蘭。正好冇可能清子啊。清子，哇！頂個就來啊，清子。有啊，好似啲 episode 嚟啊。Last week 啊 ？Last month 是 ？Last month 啊？我你在自己搞嘅，我隻 surprise 是開車 ，Snapchat 怪這本啊，咁啊？啷上冇 Snapchat 嘅，我一特擺就個鳥呢，一度我可能鳥嘅。就這樣 Snapchat 這邊，阿龍 please， 阿龍我叫你。Oh, let me try。我叫你。我學你只影呀，你免裝特別做只刀，你直接 snap 一嚟就好啦。video 啊好，小影啊好。因為 so far 啦，伊 snap 嗬，伊是唔捌 snap 過，伊頭一刀，把你 start 用時 snap 過一刀，出嚟是唔捌用過啊。你記得
我要看，我要暑假看，我是希望看到你到底你生活啊，你出来啊，你行路啊，就看你看 office 啊，要看啦。冇嘢啦，老女啦，一看Korea 人豆吧。哎呀，嗰啲冇得字啊，冇得字。我直接我看到诶。冇講到字就少年，看你暑假係咪看你 style 啦，why style 就少年。你是咁 style 我講嘛？我只愛哦。啊？因為對 style 唔是回事嘅啊，開車了嘛是自開車就回事。冇啦，咪肯講。你 style 人做 style 我唔知我知嘅喎。你話係Korean 講好一隻 sample。Korea 邊呢？Korea 邊呢？ Korea 就是講唔是講 pretty boys 嘅，因為同佢講到查某是個 pretty boys 嘅嘛。我冇時間。誒，你睇下自己 YouTuber 啊？我就 man 你，我就 man 你。你就 man 嘅 Korean 啊？我 Malaysian man。嚇 ？Malaysian man？冇一個 Malaysian man，你話 man 啦。man 啦 ，man 啦，Malaysian man 啦。誒，我一日你看我到啲 YouTube 啊，你吹到，一時一半 Korean 一半阿毛呀。特別啊，哇，這裡特別好阿龍啊。好你看，你嗰時紅毛買咧就正水嘅，紅毛拜咧就冇安尼好看。你冇得食？你是講真水。呢是 Asian face white body，跟住多少冰？actually 我就話你看，我 usually 看到尋整嘅啦，伊較濟伊是較像伊阿毛整嘅啦，特別一看呢，伊較像的啊，伊個人嘅整。有一條咯，有一條就出名嘛，明星嘅 Daniel。哦，見咗很多。Daniel 我對 Instagram。Daniel 唔使謝仔啊，唔使。He can see。呢個就出名係。He can see 伊爸是 American，伊媽是 Korean，特別伊是 Korean 邊。一個人邊，名我唔知喎。特別現在是 Daniel something，Daniel 咩啊 ？Daniel，你 hate 住 Daniel Henny 啊 ？Henny 啊 ，Daniel Henny 咁。哦，嗱，chicken，OK，我都看是 chicken。看啫。Daniel Henny。哦，見講㗎啦，見講。Korean 嘅。真正人道，而家是真正。我這個唔是 Daniel，這個唔是 Daniel，係你我嚟看，chicken 是啊，我未記名嘛，等陣我過嚟看。Sorry no。Sorry 啦，即係 out 啦。即係你佢嘅，會記咯。係咪？即係我是 OK 別怪人家特別嘅時候。我一班就是當我是個人嘛，要真正人道嘅喎，細細漢嘅特別點解人道特別無參嘅是票 Korean。我想借，人道。冇啦，就是咁樣講，冇啦。就這樣，出面面到。我驚係當我，有時間是個人嚟，個係叫鳥。我在 Brandon 咯。幫啲你出過咧，唔理先就真係。我特你，我媽得嗬，但我上件啦，佢拍攝一看到伊呢，我覺得啊，妖氣哦，伊而家真出味。我在 Brandon 咯。真係，加工。加工來哈，加工來。誒，隨住會咯。Brandon 啊 ，Brandon 啷在啊 ？Brandon 唔知。Hello。Hello， 加工。Hello， 加工。啷好不 ？Last topic 嘅接嚟。Brandon 是。冇應啊。Brandon 是伊是個人啊，特別係伊是無伊嘅邊呢，成個有 surgery 佢特別一個無。講。哦，伊啊，我 follow 伊嘅。嚇 ，Bendy 是 American 係嘛？伊嘅爸媽是阿毛嚇，對。我甲阿龍落傾冇出聲，看到點。 Sorry，冇啱望到隻誒。誒，你好會使我看邊隻？我看一條。冇，我看 Daniel 後面好，我隨當見，啷個就話點呀？啷講面我哋我未記啊，當見。你記普羅。伊名咩 Daniel White，Daniel 係咪 ？Daniel Henny 啦 ，Henny。特別伊本唔是我屬界，反正講就是好看，特別伊唔是我屬界型，我屬界型是真特別個 Korean face。伊想係了啦，伊想 Western face 啊。我見到我知我看佢，I won't kick him out of bed。有啦，我會看到。你好我看，你驚住你。我 office 有一條，快 OK，特別無講真屬界是種去咯。
我 suka 是講 typical 嘅 Korean 面嘅。啊，無人做節目，哋咱講引導，咱講經無上款嘅引導，咱嚟講 discuss 係咪？OK，嚟咱講引導。或者咧是個，我被講呢個，我被講啊，我被講查某嘅，查某水是按照款嘅水。我 suka 查某嘅水唔係有面嘅，一直有。你看下是一種真教嘅查某嘅。Lu of course 啊。我 suka，你說我 Korea 無，你說我 Korea 朋友當時啊，因為我講我 suka 咪款係查某嘛，我講我 suka 看起來咧，較有腦嘅，似迄落搭講較有腦嘅，係咯，講都一個查某是有腦嘅，我想到嘅是一個咯，迄一個做 mistress 嘅一個叫咩啊 ？TVB 啊？唔是，阿毛伊喺美國嘅迄一個 lost 做 lost 嘅查某。Asian 嘅 face 啊！你講阿毛就未曉啦。冇 lost Asian 嘅 face 係 Korean 嘅嚇。迄個 Korean couple，伊爸爸，伊就我就係伊行嘅條，啊伊做有做 mistress 嘛，有類似講叫咩名啊？伊是 Hawaii Five-0嘅。你是剛咪出嘅啦。嚇，伊叫係咩啊？金允珍。點樣我告訴你，你係你看款伊是，安怎 spell 我嘅名？太過斜啦。YUNJIN 윤진 Kim。YUN。種加 intelligent 嘅。伊唔是講三面嘅。啊，水特別水啦。咪是水。香嘅。香嘅。伊是謠言啊，太過斜嚇。你種主播喺呢邊啦。對，有東西有只隻。教育博得係一種嘅啦。對。OK，較濟打波。會跳你看，係會跳你看。我哋來。乜嘢？我哋啊。對 ，reporter 你係嘅。主播邊。我的查某啊，一嘟啊，不是一嘟就絕。一嘟係咩？一嘟是博雅玲。博雅玲哦。哈，對，博雅玲。哦。喂，特別咪講，我大人都講到啲人嘅話題，我咪再講阿龍看咧導入面上真我看。即係你唔是咱嘅話題咧，你忙笑啦。我自己話係嘛，即是我係我係想咪報是大多個，我係在話大多 anytime。講你正啊，好正。我看你是攞嚟 topic 參呢隻嘢咯。嚇，我導加玲莉。我阿龍嘅導。阿龍。金城武啫，金城武。嚇，對，在。冇啊，我冇垃圾金城武是按導。未 ，sorry 未。OK。梁朝偉，唔是按導。未。梁朝偉咪是按導，係啦。梁朝偉本唔是按導。我這陣時啊，我這陣時啫，我看你先揸師兄時啊。我係梁朝偉啊。我先揸師兄時，我唔是冇按導咯，伊唔是冇按導，伊唔是我屬界型咯，伊唔是冇按導。伊唔是接按導嘅 category 啦。我唔知啦，伊條嚟講，伊是型嘅啦。前年有味道嘅人嘅。哦。有味道㗎。你去自辣 event 都再有味素。哇！我唔係自辣過即係梁朝偉，我唔知。特別梁朝偉，我細漢時看《先則師兄》時，我就是有 boy crush 嘅伊嘅，我唔知呢。哦，嚇！我唔是劉青雲啊。劉青雲冇啊，任達華冇得冇。嚇！誒，任達華冇只關嘅啊。係咪嘅？任達華冇只關嘅啊。任達華只嘅哦。啊，對。哦，特別就 fit 咗 now。Yes, very fit。伊特登嚟馬來西亞，特登我看伊真濟兜咯。伊嚟，佢定個廣告啦，咪啦，定個 camera 啦，咪啊。誒，唔係，我俾看阿龍 and 到時係咪學我 sample 看隻阿龍。阿龍嚟龍。Kim Sang Jong，真係好食啊 ！Kim Sang Jong，我唔看呢個 spelling 啊，唔好生養啊 ！Kim 好生養，下次多咧嘛。佢白嘅色咧嘛是真出名。我同你講啦，若是講有看最近唔是最出韓國戲講佢背記電話攞，有人看哦。你叫我 link， 佢背記電話攞冇人看咩？出名。他咪是佢背記電話攞。有一出戲叫做佢背記電話攞 ，Air Asia 單做嘅。哦，是啊。韓國嘢，把你個料唔做啦，應該冇把你個料呢，把你個料呢。哦，料啊，人家唔做。我正解愛做嘅是，
我即個愛做嘅是迄間打波是，伊是 devil 嗰時咪伊未死嘅，了伊唔知幾百年人啊咪鬼嘅啦，我來做接觸咯，我唔知叫咩名啊。Korea 啊，我冇看啦，而且我冇看。誒，啊冇啦，不知啦，做隻 Korean drama 嘅 topic 哦。誒，你諗？我俾我哋都 sky drama。冇 sorry，你唔掉了，我是講 Korean，但係我冇看 Korean 嘢。我未曉，我特別去叫阿龍，冇，我特別去叫阿多阿英國中嘅媽嚟講。係咁。安啲嘢嘅搞咯。Hello，我冇看韓國嘢。你係講講 Japan drama，因為 Japan drama 就真係難看。當劍有咩？有阿韓。有。生家。我冇看過。大隻赤龍講嘅樣啥隻？你嚟琴日講我聽你係咪冇啊？冇生養，你琴日生養係咪？Kim生養，Kim 啦 ，Kim 係了 SANGKYUNG。哦，Kim 生養。Kim 生養。Kim 生養。成個劇玩咧，Kim 生養。這種是我第一遍。哦 yes， 我本未唱過。哇，你好呀，我隨腳啲隨腳啲。你講你變就是那說，我哋計入邊嘟嘅話，我是未唱過咯，是怎去變？我想嚟講啫。我等陣我 share 啫。Kim 生養。等陣我都看啊。特別伊唔是人道嘅咯，伊唔是講哇看到你 video 真係人道嘅，特別是我。即係對咯，一條水。即係是我第一遍唱過嘅咯。做咩時候你個背過山，個背過山你？唔是這個唔是，你讀我啦。冇關係嘅嘢。一看呐。一邊你借不像不像嘅？一看就。一看啊。對，Kim 生養。哦。一看。對。伊是 typical 嘅 Korean 嘅邊嚟咯。係啲阿老細呢種咁咩咧啊？你講名嘅都嚟啦，特別伊是就是看伊是 typical Korean 嘅卡。即看嘛 Korean 邊即看。這個本特別這個個，伊是講個 feminine double 咯。誒，頭頂次我去日本嘅時候，我啲飛機邊架即解啦，借去哦。即看咧，上魯蘇格之裝嘅嗰種。咁啱啦，你講嘅。是這個，是個。上濟人嘅。上安尼款嘅，安尼款嘅。你看這條聲，你看白帶嘅，你看。哎呦，你魯蘇格你啦，唔是我啦嘛，我啦會穿佢喎。嗱，你看這條 OK 喎。有。點誒？這個我唔知電視業嘅啦，你喺呢邊。你攞即係古邦一個日本嘅啊，主演呢副。在你唔在出面係。啊你冇咁 man。係咪主要係咪主要呢？係咪我唔知。讀嘢來風。係咪主嚇？我講咪個講嘢我唔要聽。有來 spelling 我唔知啊。你講你等人話我聽，我聽唔到。你出啊，Yutaka Takenouchi。Yutaka YUTAKA。YUTAKA Yutaka Takenouchi。哦，出到啊！哦，你嗰時，即係日本那邊咯，即係100%。有，這個是日本那邊嘅，即係100%日本那係。一冇可能是100%嚟。哦，這裡啊。特別一個日本那邊。你講是木村啫。唔是木村啊，講係注意呢方，只間是注意呢方。唔是木村，注意呢方。注意呢方 The Beach，一做 The Beach。阿 John。嚇？我是搞起來。看100。我特別驚錄 kiss search 啊。啊 ，OK。等陣啊。反正會咗你學得落啲。背記嘅事啊。學得落啲music嘅。即看啊。移動舞。Korean 啊。啊，我是搞。我唔係學過嘢咯，呢種乜嘢？伊做這學雕嘅本事。我唔係學過，伊尋整嘅啫。一把酒我們講個 Korean。伊尋整嘅咯。吹嘅型，你去看啲吹嘅型。我在一吹型是玩叫做 DSL。DSL。知沒有？係咪啊 ？Dick sucking lips。嗱，你看 DSL 咯，你看。
水也，这条声音是这条声音成个人听讲啊，对对，像他们样听讲啊，那这看是路啊，这看那 Longwood 啊。动物 His long wood, his long dong wood 動物 DSL 過嚟。我老誒，我啱。特別我同你講，我就 buffet 咯。我是係咪本？喂。啊，佢掉。我冇插呢邊先，即係吃頭咁又見咯，先酷呢水。嗱 body shape， 哇，快啲！係啦 ，body shape 啊，我冇插呢邊，係咪成個吃高呢？我咪是 OK。咪姑都是講你 body shape 啊？哎呦，我是格格了 body shape。哦，誒，唔係佢就攰啊！哦，看起穿啊，等陣嗱，這裡。抌。哎呦，我那是講啊，我係身軀 and lean and muscular 啊，我大基本冇清炒，冇清靠 winter 冇清炒出去。笑。我呢個一大隻見嚟去哦。係啦，我 supermarket 唔係。你抌我講了。阿姐姐啊。特別 actually 啷看身軀呢啊？家人你看到家人我未啦，我冇我看了咯，哇！家人食山你就你看到是伊成個你看到你效應出來你看下，特別你看到家人是一隻山呢。John， 如果是冇成個安尼哦，你當今 start 出去。啊，出去咩？你當今你 start winter 你出去去徛啲外口，你就嚟了。冷嘛？我見生氣，我變咗你 six pack 是你身格落地。Six pack of ice。喲。six in one 了。這裡啦，一條水一條。嚇？即個了黏對嚟嘛？嗬，這種。一人呢，伊唔知去嘛？嗬。啊，走起來。走起來冇可能只出事啦，可能 six pack 啊。係啦，就啦，咁咪是練出來，無論乜嘢呢？咪其實冇，我那是無論乜有啦，咁我冇有啦。我係 six pack，我係落地燒吧，你落地燒吧，有啦，真有。six in one 嘛，six in one 了。喂，嚇？six in one 啊 ？six in one 了。我落地有，我落地嗰陣是燒吧，一配個咖喱個。係咯，你特別山先啊，隔離有落地就有。你冇你落，我落地是有咯，是講頭尾掉位油包掉。我條片咧叫我唔知，我講半點鐘燒蛋嚇，白佬。係咯，就是咯，嗰粒咪是都係。就是講咯，有半正牛啊！佢講無面嘅講，佢講緊你正線嘅，佢睇看你係咪你冇收養過啊？冇生養。我這個我你看我 screen 弄快點。啊我 send 啊，這個是 baseball 嘅 play 嚟 baseball 啦。哦。係呢隻學兵我讀學兵我。是啊。做實事嘅。Oh my god！ 夜波，我同你講，夜波是韓國幾出名嘅 actress，one of them。哦。最真實。係咪做實？夜波唔做實事嘅。夜波做實，夜波陰道人真係 depressed 嘅。哎呦 ，my god！ 你做實，夜波唔做實啦。夜波唔做實事嘅，夜波唔係掉暗事嘅，陰道人真係 depressed 嘅。只看呢邊有冇成個歪邊？你想看啊？因是。baseball 硬 baseball 是真係 top class 嘅 top rank 嘅咋，伊個 ball actress 啊本是 Korea 第 top rank 嘅咋，特別因真係 depressed 死。特別 Korean 真係 stress 嘅，係 stress。有因真係 stress，所以做攞你半做實半虧做實死嘢咋，就講一個死啦，佢計虧你一你個一個做實死嘢。哦，是一城市還是冇城市？hello， 你個乜嘢？你講未每好時候你都嚟變靚就。我諗買嘢你梗係變頭流。你忙做啥啫？我就再講十六歲做冇啊！你冇成做實事啦。都嚟變靚。嚟變靚啊！去吃燒料咯。回家。他媽你 baseball 咧，一邊都冇成個話。啊，你特冇 Korean face 咯，你特冇咯。我一把招成個話，把招 pick。啊，你特冇 Korean 邊。嗱，你看，上我笑啫。冇，你我只看呢邊咧，我就十八路咧。
呀，网包啊啦，面人的水这个。这个你話水都可以，你特別講有隻隻 baseball 啊，因為網上真看到有穿了 uniform，那看眼呢，看眼啦，因個面啊，嗰時人哋看只，那可以走我哋，那可以走我哋。好，龍，迄隻就是我大學 hotel 嗬，安尼感覺了就是大家我 hotel 上。baseball player 啊？第七巴，因為七巴有一個 stadium 嘛。到第七巴有多。七巴。所以嗬。我讓播嘅了對嚟是學整 bus 對嚟嗰度。哦。特聽嘅了情節真 baseball 嘅衫嗰度。超。屌戲我講我舊日驚落聽字條看，我屌戲啲往啲落邊嘛，一班看接嗰度，嘅了情條人舊拍了，因為呢啲今次拍，我唔知人拍阿咪啦，係唔是 national 啊下面嘅，一班整 bus 接，嘅了。哇！有型啊！我聽當時做工嘅時，我咪是特你有通去看你 baseball game 嘅。我第一暑假就是伊 pre game 嘅時，伊來阮頭前 stretch 嘅時啊，伊咧樣靠樣開個隻，樣 stretch 卡嘅時啊，直到卡係開嘅時啊，哇！你看到伊推嘅了，到落原本看到現出嚟嘅了，特別特別冇伊特別頭你未看到伊個腳啦，是講你看到伊卡穿啊水嘛？看到伊血啦，未看到血啦，看到一包，你看把長一粒。因為因為係級，你個就前級。แล้ว特別往特啲往自特啲往 special 嘅公司廠，其實我知道頭一排嘅嘛。แล้ว頭一排樣特啲嚟變樣嘅，哇 stretch 時我你看到樣個了，哇卡穿現出嚟個了就水嘅就得嚟。แล้ว等陣特別老白字甲講啊，即係講手字啊。嗱個講就對我冇每條開車，我未開車，你是唔是一個伶俐嘅人？冇。特別你厝看迄個怪伶俐啊！啊，冇唔知。我出工嘅會啊。我出工會垃圾，唔是垃圾，冇伶俐。冇伶俐。我做我 office 嘅 desk 本就冇亂咯。想用做 design，嗰啲物件，嗰啲錢真亂嘅。你是 architect 嘅嗬？你是做咩？即係特別你就去工掉。啊冇 ，actually 我 start 我是做3D 物件。哦。แล้ว有關係到 ID 物件，แล้ว after 我就做到 construction 嘅物件。哦，那個耍嘅。所以絕對是冇伶俐嘅。你我個看起來就絕對亂點嘅。แล้ว OK，但係咱講點咩啊？面叫冇伶俐啊，但係哈哈，你去旅行對嚟嘅時，你拿幾下，你有很時橋出來，你三個了。有，嚇，然後你貼起來嘅了啦。DCQ 有 Q 特別係 DCQ。因為我那個是真亂嘅。你擺啦，面是咪是支啦，還是擺好時？支落去，支到支咯。以前咧對有厝就開咧，嗬，一攰啦，佢爆炸咧，所以一掉入嗰時幾，所以就橋。你有迄個衫愛洗半開嘅哦，夾對嚟時，我是半開嘅哦。我用咗棒，一包是洗嘅衫。我冇參啲隻。我拿衫嘅衫係我折起來時，我是折到頭邊 inside out 嘅。咁我想我唔是。我 indicate 啦。冇，我用 hotel 嘅 laundry bag。啲個了，佢哋清了嘅衫，未清過嘅就是 expert 肯幫我了，對嚟是直頭過嘅 laundry 嘅 bag，佢 bag 個了掂落去洗了。我近南在想，我近南在想嘅。我哋去 hotel 嘅 laundry bag 嘅話，我覺得掂落去。我嗰隻 hotel laundry bag，我是嘅嚟，俾我清。我本是自水嘅，我自水本啊。你冇字嚟講係咪係攞嘛？所以我字了過後，嗰嚟嘅洗咯。我講聽我老頂，我拿三是無啦，我係卡劇啊，定住我日對馬來西亞我卡劇日對 online 啊，咪咁樣個道理老頂嘅。你反正你對我 Snapchat 嘛，反正我都看。阿 John，係咪冇阿玲？你人就去外口你 travel bag 對來嘅事啊，你迄個輪啊。你拉起些白嘅啲輪啊，你人有切咯？冇，連。我接來頭先做嘅物件就是切嘅輪啊。哎呦！哇！都人有俾嘢落嚟釘，學喺你，人有俾落嚟學喺你釘哦釘。咱們愛拖，
你愛拖啊，啥愛？上半年嘛，你丟到頭殼，外口係頭殼嘛？我唔捌試過。係咯，我唔捌試過。陣時間迄個有披星有狼，垃圾是狼。condom 啊，你垃圾是 condom。啊，話都陣時間嘛。有咩？特別你問迄個小誇張誒，迄個人家咧 plastic 狼來包你 remote control，我袂tahan咯。嚇你無可無。我知咧 Asian 嘅 student 啊，伊都去看樣嘅迄個scientific calculator 啊，咁咧有迄個包掉嘅。我做人啲叮嚀嘅。From 6嘅時，scientific calculator 咁咧saran wrap 包掉嘅。你有估一個我講啊，人家得罪真濟人。嚇，講我聽。新車伊個新車哦，cushion 啊，人包掉。啊，我袂tahan，我特別偷。我袂tahan，我不能偷。係咪嘅？新車嘅 cushion。哦。嚇，係咪？坐了半年嗬，伊個是有迄個紙籠包掉嘅。嚇。佢頂車。哦，誒你唔好啊，你唔好。如果你車有 hit 嘅嘛？係咯。啊，แล้วอี出來你唔好，你使你睇偷我咧。一 B 啊，對，出得。嗯。然後等下個想法係咩㗎？零利嘅物件，你係咩叫零利？哦，你大致有燒頭殼、煮頭殼咯。冇攞禮拜來一刀。嚇？攞禮拜來一刀。但我冇聽到啦，是唔是有有講有人來厝了過後？人走了過後，讓路繞過間厝過嚟。我家己繞過。啊，你講是啊，你是潔癖。我唔是潔癖啦，是你講人來食了過後，是唔是？嗰時家己繞過。就是講一來厝咯嚇，來你厝了過後，走了過後。我達到伊無壓到我愛嘅時。所以我咪繞過咯，但係我冇 complain 我冇咩嘢。開車你是講人來大你厝，還是人來細厝？哦，不，細個是大。Because 我去過 ，because 我一個朋友伊厝成份，人來到伊厝咧嗬。maybe 即是微信啊，講話咧，佢伊人係走咧，伊媽到度寫佢跟住繞，切嘅咧。哦，我唔是啊，我唔是。你仲有潔癖啊？我弟弟啊，我可能人嘅，有你嗬，你未出到門口嗬，已經伊夾了燒掉了。呢叫做撇，或者撇。嚇。啊，maybe 無講去掃啦，特別人等人走咧，佢伊而家是翹過了繞厝啊咧。有你唔是等人走啊，你愛出去呢，啊未走呢，啲大妹呢，伊就掃掉頭殼咯。有哦，我看過啊。我無那款。我冇啦。特別你零利，你喊咩叫零利？我唔知我係三度個嗬，我係三度。你感覺到我係三度應該是零利，還是亂嘅？啊，你開嚟看咧。啊 ，Snapchat 係。你叫我人家己。你叫我人家先。啷猜先，我啷猜先。係咩？猜咧是啷 send 下我 message 上啲 Snapchat 嚟，你教我嗰時係咪三度零利啊？時我夾飯我啷看。啷阿格你啷阿格猜我等於先。唔知哦。我有看頭紗，我真慘嘅咋，我真慘。頭紗迄對嘅 scarf。哈哈哈哈哈！對。OK， 我講亂。亂啊！唔知咧。啷猜過咧？阿龍。我猜我應該是在零利咯。你講零利。我只零利一半，我猜嘅。你袂使呢叫種嘅攞啦，你。啊，你講 OK。愛得亂是零利呢。嚇，對，我使同你講，伊是嚇，伊是無種嘅攞，伊是愛得零利，還是真正亂，還是零利？你是講我啊？我係三度。應該零利啦，應該零利。零利。伊是零利，但係伊無過，可能較亂無。啊，伊較亂無，但係伊零利。有人食下呢亂，特別零利咁。而家我佢哋會佢幫講嘛，伊真濟賣，特別伊有換，伊零利直換，特別伊真係濟，啊出濟過來洗。對，我唔知30幾箱嘅杯。白杯。上嘅，夾出來，我洗時我烤出來嘅豆豆。喲，我是喲 ，Bruce 教我洗咯。是咯，我就是 Bruce 咯。
係種善整咯，我教你講咯，佢種善整是弟弟寫弟弟咪抄話，弟弟呢邊個拍是弟弟咪抄話。我睇冇我只 apologetic 嘅，我特別佢講哎呦 sorry 啊咪。特別一組好都食啦，飛啦，你看。一寫好啊，一寫好啊。啊，一看飛咯，拍飛咯。一弟弟 sorry 咯，特別人弟弟解釋咯。喏。Yeah, sorry, thank you 我先咧喎，我真正攞興死晒就我唔知做咩。你卡緊 show 咯，成日到啦，我去困咗啦。OK Snapchat 你看 OK 我當小弟啊是可以 show 下啥度。各位聽就嗱是講你是新嘅聽，你當然錄音嘛是 YouTube 看到嘅呢，你人都 of course 當然被 Snapchat 話噶嘛，因為攞 Snapchat 話是已經是過去啊嘛，24點鐘呢，所以你人免插伊，你就 send 我一 message 或者 Snapchat 位，我就係互人看啊。嗱是講諗起到我到底 Snapchat 咧，就是我嘅 Snap code，就係除我 John on Snap JOHNONG Snap。แล้วตัวช่วยเดี๋ยวว่าจะสิว่าแล้วเสก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ดอทคอมบางอย่างมันเนี่ยจะได้กุยแต่ดี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แล้วสแกนตัวแอดว่าแล้วแอดว่าแล้วสิ send ว่า message because 我講聽我頂到 try 用 Twitter try 用寫隻物件無人用 Snapchat 是 the only thing 我真正係我 majority 係80% of 我 follower 嗰啲是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嘅人嘅嚇這人我真係เป็นนัก怪這人用 Snapchat 你知道所以那是應該รู้嘛不是因為我看嘅 number 話再講樣是接落來有用嘅人嘅，有人冇呢？依 number。我是因為你家用嘅。哦，係咁。我咪是你講英國用嘅是少年人嘛。屌，現時去晒 download 來。แล้วก็有見俾對就是阿龍。好。Please。好。直接 at least 一條 ，OK。好。你笑到話啦，笑到話。就รู้啦。我被看物件是免講特別你成話呢，我已經看。阿龍就冇，一個人豆巴嘅啦，阿龍就冇 post 唔見。到時咧，我就是叫伊。嗱，我真歡喜，我時我看到火車，伊或者翕伊物件，有鳥啊，還是伊個出場嘅物件。我看到我時我來說成個，我甲你現在到底會看到，現在大家只會記得面啊，看到你物件。男仔嘛是冇 post， 真的。阿 John at 我。OK， 你 at 我了啊。OK， 我 at 你我特別 at，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ยนไอ้หลัง特別 at， 歡迎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ยนหลัง當見啲落掉音，狂說我特別嘅變。等我冇 at 條人。我 at 你啊。你 at 我條唔條人？對啦，你邊個個比臭話？誒，你真係比臭話唔是我啦，就我啲翕條相應該係別人企喺現在你接來。我跟住講，你 filter 嗬，你 mascara หลุดกันแล้วเลย啊。哦，呢就鬧嚇。誒，安怎我冇？安怎播一拎我冇誒？你冇 notify 我 already 有錄啊嚇。你 send 我 message 看。OK。啊是咯，可能是你個講，你 send 咩？OK，你可能我去樓頂去學南西看我三度。南西我看 L 啊，南西。我講伊是拎嚟咯，講但係好我看呢。嚇？伊是講是拎嚟。誒，我特別我 OK， 我買 publicly 放出來，所以人特別特人特別通知我，教你看。我敢若 snap 互你 personally 呢。耶。對。有你 message 我講 OK， 感謝各位聽眾，若是講你是零二人咧，還是無零二人，唔要緊。希望咱新正嘅時候，咱對換咱嘅款無賣 ，actually 未假，我 try 就這裡啊。你新正當你是 New Year 未啊？這 episode 放嘅時。啊唔會啦。這個是 New Year。冇，伊講嘅是1月1號。哦。哈哈，特別1月1號，阮1月8號是當然新正嘛啦，拜六號。唔知。過啊啦，你這個 episode 是1月1號。1月1號過啊啦，2017年啊。2017年啊 ，Happy New Year 了。Happy New Year 了，希望我若是對別人嘅事，讓對我 Snapchat 咯，咪是在我度度咯，別人。你第時啲咧？啊，6月7月呢？5月啦。6月7月，我6月5月。做咩事？你要請我啊？
安呐，哎呦，别喎，别喎，我6個月被佢多别喎，别你話每次教應，我俾對佢，喂順啊教應，你看我都冇請我，係使我報請。報請 Snapchat 同我講啊，冇講都攬爆嚟嚟啊！咁我爆 ringgit 呢又見到我出邊啲福建嚟啊！你是請係特別講啊？嗱都講佢嚇，得講佢啊，得講佢 cut class，嗱都講佢，哦，嗱都講佢，我想得講佢 cut class 了。嗰條白樓推起去，今次各位聽就笑聽，咪真係勁嘅話，特別嘅邊度是開車啊，加博一摸住，博一摸住錯，咖喱摸住錯，咖喱摸住錯，加博一令紅米，博一摸住錯。阿龍嘅 jacket 你摸住錯，摸住錯。博一令，แล้วก็阿龍咯，แล้ว阿龍佢哋打緊力嗰個就冇走去困，แล้ว個男仔咯，哇，5點半啊！我連續4節4個點困了，我困3年都唔夠啊！你見啊做埋人就係炳嘅，我連續3節。男仔你成日估冇端嚟啦。我頂個季我頂個季啲日本嘛，long recording 嘅時，我愛講。別啦，有隻線啊，驚啊！阿毛咪是被接來嘅，件事。哦呀，你冇來。呢啲邊嚟？邊嚟？對，我看到我看到 post。呢啲邊嚟我？對。我看到伊，แล้ว你禮拜幾出去馬比都嗎？我去印尼啊。去梅丹。去梅丹。哦。แล้วก็你這講佢冇，這講咯。這講咯，แล้ว沒有嘢，有沒有嘢？แล้วก็จำบัน。毛毛菇，毛毛菇乜困起啊？毛毛菇乜困起啊？唔知。冇，伊係係得佢困起啊，是去泡水啊，放是去卡拉 OK 啊。你聲音有電啊？係聲音有電啊。OK，今次各位聽聽，頭媽走去一個白冷個成個事啊，大粒頭唔使走唄，大粒頭在這邊嚇，得你？一半驚嚇。大粒頭咩個？我哋可能阿閒嚇，對，阿閒來隻對。OK，今次各位聽將是聽啦，希望咱2017年過啊順順利利，等咱先正愛搞啊，等咱先正係那個甲攏拜年過啊，1月8號。Happy New Year！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今年成我諗今年可能發阿莫仔先，你係是1月8號時間發等人仔。發啊！發啦！今次各位聽眾，大家再見，拜拜。